硬化、心肌梗死等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率為65%，遠遠高於癌症，已經成為人類健康嘅第一殺手。健康要固本培元，固本要以血為先，保健要從血做起，從疏通血液循環做起。光量子 SLT 半導體激光治療儀，以血液微循環系統嘅保健同埋心腦血管疾病嘅防治，提供咗一個完美嘅解決方案。你只需要將呢一支細細嘅激光筆輕輕咁插入鼻孔，打開開關，就有住被國際醫學界公認嘅生命黃金波段650納米嘅弱激光能量，透過鼻孔嘅血管源源不斷咁注入血液。加能充電，活血化瘀，起搏令你嘅第二心臟數分鐘之內就可以徹底疏通血嘅微循環，恢復器官組織嘅生機勃勃嘅健康狀態。呢一時，陳在嘉院士等專家嘅論證，同北京301醫院、北京大學附屬醫院、中山大學附屬醫院等臨床嘅驗證，佢對於高血脂、高血粘、高血壓等有住獨特嘅療效。可以從根本上邊改善人體血液微循環，無需要穿刺，冇創傷同埋痛楚，冇感染嘅危險，激光安全等級為3A， 對人體冇任何嘅副作用。為咗講明光量子 SLT 半導體激光治療儀嘅療效同埋工作原理，我哋先嚟了解下我哋嘅第二心臟微循環。